here, I'm doing here. I don't belong here. Were you here before? Could look you in the eye. I wish I was special. I'm so very special.我觉得他刚刚表演的时候啊，我一度很想哭，我到现在都还是很想哭。就是我其实很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好像心里面有一些时候，我感觉好像我能感受到他的感受一样。尤其是在他刚刚即兴的时候，我好像就是也会有一些不能对世界说的。觉得很孤单的时候，觉得没有人明白自己的时候，觉得我必须要坚强。有时候自我是为什么？自我不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很厉害，自我是因为我觉得我融入不了这个世界，所以我不想理他们，所以我做我自己。有时候这种自我不是因为自大，是因为很不舒服。所以其实我刚刚看他的表演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说，我觉得他是有感情的，所以我其实很投入，我很喜欢你的表演。